呼着阿美族的口号汇聚在一起，是为了参与由人民火大行动联盟举办的与立委有约都市原住民族自办政见会，邀请所有参选平地原住民族立委参选人到现场，一同与族人面对面交换意见。那我们今天办这个活动叫自办政见会，就是要改变这些以往传统的方式，我们都会原住民族自己来发声，自己来提出我们的主张跟我们的诉求。首先会请各邻近4位聚落族人代表上台提问，再由参选人依序回应。族人也比较关心的是都市原住民族的住宅问题，以及原住民族最关切的原住民族自治。原本就有的都市原住民族地区的聚落、三英、萨瓦支等等，都应该要纳入为自治区。虽然还没有通过修法，还没有通过，能不能要求说这些部落可以先进行各项行政期的这种认定？到场参加的参选人以及代表则都是会肯认这一项政见，并且会纳入这次的参选政见。就现有已经有的部落，例如坎金、三英部落、沙万，就直接示范。但是因为自治是不容易的事情，我一定会支持这样的都市原住民，让我们离乡背景到都会，让我们的文化在部落可以传承，让我们的板炸真正的精神就活出来，做独特的原住民。那么要自治区要成立，必须要有土地，没有土地是没有办法成立自治的。要有主权，要有政权，要有尊严的时候，要知道，所以我们这么多年、几百年都忘记了自己是主人，也忘记了我们是有主权的。如果这些问题能够在政府、在民意代表大力的支持，从中央到地方能够争取这些土地，我相信我们都会区的原住民会有活动的空间。不公平，我赞成500个人作为自治区，同时分为区域，也要产生议员来为我们都市原住民来发声。其实这次平地原住民族立委参选人共有10位，不过出席却只有3位。马耀比后、林金英以及远从花莲赶上来的詹金福，廖国栋则是派出干部参加，让在场的族人表示，这次来就是希望可以听到各参选人的声音。更希望是我们以后他们能够说出来的话，也能够带来给我们一个正确的答案，然后带给我们一个完整的一个我们的需要。最后，参选人以及代表都有签署承诺书，表示在未来会纳入政见当中。这个自办政见会也让选民心中有个底。记者阿丽那个苏南乌溜基隆市采访报道。